歡迎翻到嚟加密放題12生肖開運秘笈。今日我哋講講屬鼠。2026丙午年，午火正沖子水，屬鼠呢就正係沖太歲，代表人事環境、工作、住屋、感情都有可能有唔同程度嘅變動，比如係轉工、搬屋或者係感情關係嘅起起落落。沖太歲年呢，往往係動中有機嘅，雖然壓力好大，但係亦都適合你去調整人生嘅方向，重新規劃。只要你呢唔好意氣用事，可以趁勢轉好嘅。我哋講講屬鼠喺呢一年適合嘅行業同埋事業。第一呢，就係較有利嘅工作類型呢，流動性較高嘅、變化快嘅行業，比如做 marketing 啊、銷售啊、做物流啊、做貿易啊、做顧問啊，以動制動，喺變化中揾到新嘅機會。另外，同埋你接觸多講求反應嘅工種啦，比如係前線嘅銷售人員啊，做 KOL 啊，即係做自媒體啦，做講師啊，咁配合鼠本身反應靈活、觀察力強嘅優點咧，可以將壓力變為動力嘅。咁今年要謹慎嘅事業嘅選擇咧，就係一啲高風險、重槓桿嘅搏殺投機型嘅事業啊，千祈要小心啊！唔好諗住去賭一鋪搏一鋪咁樣，好容易失衡嘅。跟住咧，你嘅財務會引致到問題嘅。好啦，我哋講講屬鼠桃花人際婚姻啦。嗱，單身咧，咁啊今年沖太歲啦，人緣嘅變動好多啦。咁啊社交圈會好容易有啲新嘅變化嘅。咁你搬屋、轉工、轉部門、轉環境咧，都會帶嚟一啲新嘅機會啊！咁啊會喺嗰啲新嘅機會裏邊揾到新嘅對象嘅。不過咧，由於你嘅情緒嘅起伏大啊，加上你嘅壓力感重咧，好容易會出現一啲閃婚閃愛啊，識得太快，了解太少嘅爛桃花嗱，所以咧要好好地咁樣平穩你嘅心態吓，多啲去用自己嘅判斷力去判斷呢段感情嘅真確性。單身咧可以善用呢個正勢位，擺放一啲鮮花啊、香薰啊，營造一啲舒服啲嘅氣場啊。咁如果穿着咧，就今年比較適合用白色或者銀色，或者係淡淡嘅藍色，或者係淡灰色，感覺咧會清爽啲，冇咁易壓迫感，容易親近到大家。如果你係有伴侶或者已婚嘅咧，嗱，沖太歲年咧，感情係容易因為外在嘅變動咧出現摩擦㗎。咁所以咧要小心下一啲婚外情，亦都要講講，因為你今年特別情緒化，唔好一唔啱傾就話要分手離婚，因為你一時衝動咧，你之後一定後悔嘅。咁啊，今年如果你覺得好唔安樂、好唔安心嘅，唔緊要嘅，正沖太歲建議你拜太歲、安太歲，做啲基本嘅化解，心安理得就 OK 嘅啦。咁喺2026年嘅年初啦，即係農曆新年嘅正月裏邊啦，咁啊去太歲廟安太歲，咁啊求支籤，穩定下自己，但亦都心安理得啦。但就家居啦，同埋個人嘅開運報告啦。嗱，喺嗰啲玄關啊，或者係大門啊，記住要保持個光芒啊，唔好將啲鞋襪雜物咁樣堆晒門口，可以簡簡潔潔咁樣咧，擺一啲平安符啊、五帝錢啊，咁啊擋煞保平安。睡床嘅位置就避免咧床頭直接頂住個大門或者大窗嘅，咁亦都要保持清潔。我哋講一講2026屬鼠
吉祥嘅顏色同埋食物嘅建議啦。但我哋比較適宜咧就係藍色嘅系列啦、白色啦、銀色啦，咁啊少量嘅米黃色啦。白色銀色咧可以提高個人嘅理性同埋人際關係嘅。咁今年咧就忌咧呢個黑色嘅，因為會好壓抑啊，令到你情緒好低落，同埋大面積嘅紅色、大紅色，因為咧沖太歲火氣咧會令到佢更加勁嘅。飾物方面，我哋可以建議利用黑曜石啦、煙晶啦，幫助擋是非小人。咁啊，仲有啲玉石啦，玉石咧就係柔和氣場嘅，咁啊減少個衝突嘅，咁啊好適合今年屬鼠嘅人佩戴嘅。另外五帝錢啦，放喺銀包台角，幫你守財，減少一啲破財。好啦，今年我講一啲重點啦。咁啊，屬鼠嘅係一個變動之年，調整嘅一年，唔一定係行衰運嘅吓。但係你一定要識點樣喺變動中裏邊尋找機會。記得唔好怕喐動，但就唔好亂喐。唔好怕變，但係一定要有計劃。去到年頭，大個太歲求安心，行好第一步，沖太歲咧都可以變成一年轉運嘅。所以記住，沖太歲其實唔係有咩大得了嘅啫，千祈唔好過分擔心。去依個各大寺廟攝太歲 ，everything is right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嘅時間又差唔多啦，咁我哋下一隻生肖會再見嘅。嚟緊咧，我要同大家講，我哋會有一個新節目咧，就係專攻係某一個年份嘅生肖，我哋主要講佢嚟年嘅運程。因為我相信好多朋友咧，因為都有私信到我，咁我都會同佢哋一一講解呢啲嘅，但係要啲時間去處理啲片段。我哋第一條片咧，將會係講屬虎1974年嘅，好快會有節目出嘅啦，記住留意我哋嘅動向。多謝晒，中意嘅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我係葉師傅 ，thank you。